今日同大家睇下呢一次人為事故之後嘅眾生相。有啲人真係會走去搶災民嘅應急資金，有啲人仲會貪埋災民嘅物資添。仲有啲義工喺救災期間喺度溝女，同關愛隊喺度打卡一樣咁唔掂喎。喺災難現場最禁忌嘅兩件事就係攞彩同搶畫面。真正做嘢嘅人永遠都冇時間影相，唔會夾硬逼自己入鏡。但偏偏每次都有一啲人覺得影到相就等於參與，留低記錄就等於貢獻啦。咁一樣啦，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請幫手訂閱啦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請幫手睇晒啲廣告，多謝大家。呢幾日嘅大埔火災，竟然另一班騙徒出嚟趁火打劫，利用市民嘅善心或者災民嘅脆弱去呃錢。今日懷疑有騙徒假扮義工，拎住一沓大埔宏福村災民登記表，派俾喺廣福村平台嘅公公婆婆。但係細心一睇，表格上面除咗要求填寫個人資料、身份證號碼、住址等，竟然仲要求銀行號碼同埋信用卡號碼，甚至係提款密碼同埋驗證碼。除咗現場派發假嘅登記表之外，有騙徒亦都假冒義工打電話俾喺醫院嘅災民，要求佢哋提供身份證等等嘅資料。而同一日，有其他災民原本可以拎1萬蚊嘅政府資助，亦都俾人冒領咗。呢一啲嘅騙徒唔單止想呃走啲災民嘅援助金，甚至想呃埋老人家嘅棺材本。假如呢啲私人資料一旦落入喺佢哋嘅手中，呢啲公公婆婆嘅畢生積蓄就會化為烏有。呢啲騙徒喺人哋危在旦夕嘅時候乘虛而入，發災難財嘅人實在太令人髮指。請大家廣傳出去，提醒身邊嘅災民或者現場嘅老人家要提高警覺，千祈唔好向任何人透露信用卡或者銀行資料，唔好亂簽任何文件，唔好因為佢哋自稱義工而信晒佢哋所講嘅嘢。啲騙徒除咗假扮義工，亦都會假扮災民，甚至主動提供二維碼俾大家捐錢。但有眼利嘅網民發現，張相根本就唔係喺香港，而佢所提供嘅電話亦都係詐騙電話。但係好可惜，佢已經成功利用咗網民嘅同情心，幫佢去推 post， 甚至已經有人捐錢俾佢。騙徒事後亦都禁止網民嘅留言，同埋封鎖網民嘅賬號。所以大家切勿掃描一啲來歷不明嘅二維碼。真係想捐錢嘅話，可以去返可信或者已經認證嘅渠道，提防假冒籌款。而家 Fresh 嘅資訊流通度好高，但同時因為資訊泛濫，我哋更加要進行 fact check 或者 fresh check。就好似前2日嘅呢個 post 咁，有網民假扮佢嘅哥哥去世，但係就俾相中人踢爆，呢一張相根本就係盜用翻嚟。又或者我哋可以檢查出 post 嘅賬號有冇可疑地方，例如佢係咪一個新登記嘅賬號，佢留過啲咩言，轉發過啲咩 post， 又或者可以檢查張相嘅來歷，例如抌去 Google Image 睇下佢係咪網上偷圖。明白各位會喺災難當前想出一分力，但係呢啲時候除咗要保持善良，我哋亦都要保持警惕，提防騙子，照顧好自己嘅財產，留翻俾真正有需要嘅人。請大家廣傳出去，千祈唔好俾呢啲乘人之危嘅騙徒得逞，唔好俾佢哋利用咗大家嘅同情心。災難過後先會見真章，啲騙徒仲會特登走入災場，因為佢哋知道災民亂驚，仲趁住啲老人家唔識自行處理之後嘅事，啲騙徒就出嚟話幫佢哋填表喎，企圖搶走人哋啲應急資金。幫我攞屋就攞資料，但係冇乜資料俾佢嘅，冇嘅。我銀行嘅，我係保仔啊，咁佢攞冇乜資料嘅。佢問我哋有乜需要，房屋嗰啲，話希望幫我查入息審查，入息審查。咁講嚟講去講下之後呢，個手機唔係好正常。佢話你俾我啦，我幫你 check 啦，佢就撳咗入去，唔係我識入去，佢自己幫我撳。仲有一個，我又係唔知係乜。佢3個人嚟，我就懷疑佢得個手寫嘅字連喺度，冇證，我就已經係望啦。我話你冇證，我有懷疑。佢話你好醒目。呢種人黑心嘅程度真係應該要落地獄啦。另外仲有義工爆料話，當大家忙到踢晒腳，喺度借救災嚟溝女喎，你話正常社交係冇問題，不
畢竟真係要溝通先可以維持到物資分配。但現場啲人流離失所，喊緊、驚緊，溝女嗰啲義工仲有閒情開話題，問人攞電話。唔係話佢哋冇善心，但如果唔係 focus 喺救災，咁就應該唔好喺度溝女啦。啲人如果仲有少少同理心，都唔會喺呢啲時候做埋啲咁嘅嘢啦。所以真係越混亂，越能夠分到邊啲係真心，邊啲係假嘢。好似關愛隊喺度影相咁，就等於佢哋唔係嚟做嘢啦，有片有真相啦。我哋喺災難入邊，雖然見到有啲人好無恥、好黑心，但係好嘅人都好多，大家依然願意出手幫手，盡力咁撐落去。會把他們救回來嗎？好。這邊媽媽再給你再幾個字，我再寫個加油，你可以啦。當壞嘅嘢變成必然，好嘅嘢更加要值得珍惜。所以真係好睇得出，真正撐住災民嘅係邊一啲人，就係冇制服、冇身份、冇權力、冇 budget 嘅香港人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，請 CLS 啦。